这里啊，就在帮忙当中养得出来啊，透透气，通通风。一通风嘛，白头也红头，有点冷。现在你带挪到去逛逛。人品是第啊，只要维持3岁里。到底什么里出来聪明点？反正也有一种说法啊，那个谁是推荐3岁留个毛辫是手最大。人品是第，大了最爱那一讲，你应该最累气，等待多吃点。我也出来搞几个嘛。马上做爷娘子，看看阿贤啊。那个做安不是阿贤。我不像我有啥人像。今朝带俺来走点西去，看看下趟还养出来个读书人。唱名单嘛，没看过地包的。像现在一趟班上是吃西北风啊，快干。哎，你看一般书店呢，人也没少开。哎呀，亏脱个价。快得开单现在是。所以讲，种书侪是盘里，45块，分花是他们4块5，龙鲜味，哎，来看看呢。现在很多书店里头有吃虫，一条龙。那个3个是翻黑钢。太，上个礼拜有辰光阿调整下来一条龙嘛，是吧？历历在目。搿搭还有外女书唻，书到明朝还进去看看。不去，先干豆皮，我3岁了也吃么子。哪个不来回事不行我讲？哎呀，新闻翻译是可以。还有点我当到去吃。20个围城，我有4点碗。搿个里想吃啥么子酱？那当时漂亮的，当时毛家具的都开口是买的。阿东，1切不通。然后一只兔子面还看得到。哎呀，得转去啊！是，1600块还忘记我念不是。来，现在这一口巧克力。一咱们养出来3人聪明。你牌子偷脱了。玫瑰冰淇淋从来没吃过，一个粉丝大号来的呀。冰淇淋配烤鸡，来自一大号的5分。哎，你看到一搭来个人，我有个烂套套了呢，但没想得抽个呢。你讲还来一名阿肯来的。你自家回答一个问题。你不要讲一个对答句。我那个灯亮得不得了。哎，等你我俩下一站，你下来有只3岁里屋里向也上亮啊。不叫是有新房子来混上一个灯，你吃饭给啊，一个灯掉下来随了袋子了。还行吧，多吃点啊。3岁里谁看男子啊？哎，拿不底个啦。喝底么最好。那底子别糖尿病了。妈妈，你今朝也是抽得几盒米饭？你都要100发吧？你看现在你吃的那个是啥个么子？对的。党的温暖。我又不是党员。没党你哪吃得上那个么子？这里啊，我来你有啥困难，你搭档讲啊。你来形容。哎呦，在这2个人呢，比我还吃得快。啊，到我一来了啊！我现在呢不见盲口情况，口是心非。来了做啥？大人吃狗子线上会不吃饭。啊，人都有那个食厂个哪大啊？搿么我今朝吃米吧。上趟我领过2只白眼狼去吃个那些的。天下世界所有个人侪比白眼狼，我丈夫还比白眼狼，因为我是你养出来的。我只角度，我搿只角度，我搿来来的不娘里是来的。我跟你讲，来我个眼睛过里，你永远侪是我个光辉影院。但在五星红旗飘扬的地方，懂得心米馆，不是虚心一家。像我有一堂店人，看见心里也别放眼那店面。我对风筝豆苗米嘛，吃得半个么子来着啊！一块肉结棍的，一心么一门个。1年1块。先改个八角来着。10杠的话，你2个人得来。3月份吃到10杠，正宗的手煎面。我吃到一个面也像那阿刁，阿刁活了那辰光最欢喜吃焖肉。不能浪费啊！我有2块八角，当做去吃夜饭。八角那个肉我吃，骨头还别吃。这里啊，你说啥的啦？网上也做鸭子呀，还有精打细算。